咁以當你呢一粒電咧，有黑色、白色、紫色。呢啲貼紙係我黐上去㗎，唔關事㗎，佢本身係冇㗎。因為呢一個我哋自己用緊。佢私人嘅。咁呢一粒電咧，佢本身已經標煙咗咧，係一條 Type C 嘅線，一條 Type C， 同埋一條 Lightning 嘅線。我中意用呢個正方形。呢個細粒㗎，其實係啊，擺手袋咧，你有時喺香港咧，你一日又唔使要咁大嚿，呢嚿係好足夠。咁呢嚿同埋你出到去 friend 有時用緊 iPhone， 咁你有得借俾佢，用緊 Type C 你有得借俾佢啦。咁另外一個 USB A、USB C 嘅 port 啦，咁一個液晶體，一個數位顯示咧，即係電池嘅容量啦。佢係有 CCC 嘅，因為而家如果你國內坐高鐵啊、坐飛機咧，佢需要求你 CCC 啦。咁去到下年嘅3月，除咗 CCC 以外咧，佢仲要有埋你個 QR code。26年後3月生產出嚟嘅尿袋咧，上邊要有埋個 QR code， 係可以追溯到嗰件尿袋嘅供應商啊、廠家。CC 我見到。咁呢度正常會有個 QR code 嘅，我呢啲貨入邊有嘅。咁然之後呢一個我哋平時方便攜帶咧，就係我叉住尿袋，跟住我又唔使拎住。我就係好中意帶呢個 size。咁我就喺香港就係帶呢個 size。勾住個尿袋咁樣，我方便出街。點解會推薦大家買呢啲尿袋啦？因為呢啲尿袋咧，佢嗰個輸出個頭嗰度咧，其實有個晶片㗎。咁個晶片咧係要嚟節流嘅。點解要節流？點解要買啲貴少少、好少少嘅尿袋咧？因為呢啲有晶片嘅尿袋，因為你部電話咧充到每一個 percent 嘅時候咧，其實需要嘅電壓係唔同嘅。即係我個電話得20%，其實佢要用大啲嘅電壓。我個電話去到90% 嘅時候，佢用緊少啲嘅電壓。咁如果你條充電線咧，佢係冇呢個晶片去節流嘅話咧，佢會不停咁輸出同一個電壓，咁會令到個電話過熱，或者個尿袋過熱，或者係佢係呢部機有呢個功能，係佢靚，係一啲合格嘅係一啲合格嘅呢啲咁嘅頭。我哋買翻有牌子咪得咯。合格嘅頭入邊先會有晶片。如果你買啲好渣嗰啲咧，其實佢入邊係冇晶片嘅，冇晶片去幫你去控制嗰個電壓嘅。咁所以你有時會點解個尿袋咁熱啊？又或者有時點解會電話咁熱啊？個電話個健康度低得咁快啊？就係因為你可能用一個高電壓不停去衝緊佢咯，佢冇去做到節流，扯爆佢，冇去做到節流。中國嘅一定係，如果逢係呢啲，逢係呢啲 CCC 啊，攞 QR code 呢啲90%都係中國做咧。佢呢個插線嘅輸出咧係22.5W， 其實已經快㗎啦，因為你一般 iPhone 接受到嘅係20W 嘅快充啫嘛，咁佢去到22.5其實 cover 到㗎啦。但係一般嘅快充佢係足夠嘅。呢個係最新第3代嚟㗎啦，已經。我以前1、2代我都有買，因為我好中意佢個正方形啊。